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首富车建新。说到车建新，很多人恐怕还不太知道，但是要说红星美凯龙，那么很多人就知道了。今天要聊的这位就是红星美凯龙的曾经的创始人车建新这个车建新是家居行业里面的首富，也是江苏的曾经的首富，江苏常州的首富。今天为什么聊他？因为家居行业的首富也爆雷了，身陷囹圄，和地产和这个中国曾经的首富许老板一样。5月13号晚上，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突发公告，创始人兼总经理车建新被云南省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这是继4月居然家居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 CEO 汪林鹏被留置后，家居行业又一重磅人物被查。从600元借款起家，车建新一手打造了红星美凯龙这一国内家居连锁巨头。然而，这位曾经的家居首富，如今却深陷调查风波。虽然红星美凯龙在公告中强调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但市场显然没有那么乐观。截至2025年5月13日收盘，红星美凯龙 A 股股价仅 2.95 元，总市值已跌至不足130亿元，较2018年 A 股上市时缩水超 80%。而深入其财务数据，这家昔日行业龙头的颓势早已有迹可循。又一个首富露出了原形，又一个首富褪去了光环，又一个首富有可能要登缝纫机。这个车建新以前还曾经是相当高调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在对着镜头说自己只会低调的做一做劳斯莱斯。他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这样的衣服我就买了100套，车子也是劳斯莱斯，因为我觉得一个劳斯莱斯还可以1000万的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就这么低调，就这么内涵。有钱人的快乐你们是不懂的。当然这个潜台词有一种突然乍富之后一种俯视众生的感觉，就不食人间烟火，1000万这是小意思。这让我想起了这个曾经的首富，你先立个小目标，1个亿。好多网友一听就傻掉了，1个亿叫小目标。马云也有个名言呢，万一实现了呢？你看看多么合拍。现在你再问一问王首富你现在有几个小目标？那王首富肯定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要解决的小目标太多了，这个就是首富的烦恼首富呼风唤雨的时候，风起云涌的时候，那是傲视群雄；落魄的时候，那缝纫机也是蹬得飞起，主打一个能屈能伸。这位曾经家居卖场连锁第一品牌红星美凯龙的创始人车建新，最新的消息就是被云南有关方面给他留置，进行立案调查。他最近也在走背字，近5年败光了2600亿的资产，而这一次很有可能就要跟许老板为伍了，就要跟他作伴，把身体好好查一查，再争取在里面把身体调养好，再也不用应酬了，再也不用到处喝大酒，为这个管那个，只用管好自己身体。早上到点铃一响起床，到点吃饭，到点干活。说到这个家居行业，恐怕大家都也知道怎么回事。车建新的商业帝国从高处陨落实际上就跟这个地产行业岌岌可危这个时刻密不可分。就在地产行业到了高光时刻走下坡路暴雷的时候，这个车老板逆势而动，把全部的身家以梭哈式的豪赌逆势下注房地产，赌中了那他就是地产行业的大佬，赌不中那就陪地产业的大佬去蹬缝纫机。这个车建新他有个人的什么名言，叫在可控的范围内激进。他这是个辩证法，既可控又激进，在可控的范围内激进。这是车建新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投资哲学，这个也符合咱们说的叫路径依赖。
听上去疯狂而且理性，只是这个可控太悬了。什么叫可控？到底什么叫可控？恐怕也只停留在车间星的意念和分寸之间。所以我们还要说一说这个车间星它的发家史。像很多老板一样，他发家史就是那么朴素，既有时代的成分，也有个人努力。这个车间星曾经是个幸运的赌徒，毕竟他走了30多年的顺风平坦的路，他的开局并不是逆风局。车间星他是196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那当时都很贫穷，何况他还出生在农村家庭。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都是泥瓦匠。16岁的车间星，那因为种种原因，那肯定是农村的，他没有办法再上学了，辍学回家。那接下来要干什么？所以他面临人生第一次择业的选择。那个时代的农民，实际上他们特别简单，父亲是泥瓦匠，那很显然他们就叫瓦匠2代。如果父亲是农民，那你就是农3代，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没有什么悬念。这个车间星面临着他的拿起抹灰的桶，拿起那个泥瓦匠那个刀，这就是他的归宿。但是这个车间星比较逆反，他看到自己的父亲，看见自己的哥哥一天到晚灰头土脸的，那个泥瓦匠是很脏的，全身都是泥点子，觉得不体面，而且也是体力活比较累。所以车间星他别出心裁，他想学裁缝。这个你看裁缝就很有高级感，很有设计感，很有艺术感，这就说明他这个人不一样。父亲哥哥是泥瓦匠，他居然想改行换赛道，就这个举动就说明他不简单。问题是即便父亲哥哥是泥瓦匠，但是他们家也不富裕，那个时候缝纫机的钱很贵，他买不起缝纫机。这个时候还是他的父亲比较有眼光，觉得自己的儿子不愿意委屈传承他这个泥瓦匠这个手艺活，嫌脏嫌累，没有前途。他的父亲灵机一动，建议车间星你学个木工，木工稍微干净一点，木工也是艺术。那过去还有皇帝喜欢干木工，明朝皇帝，车间星他就心动了。既然裁缝学不了，那学木工也行。退而求其次，但是这个车间星的父亲他想的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车间星的父亲认为朴素的观念，他跟他的大儿子两人负责盖房子，这个小儿子负责做家具。你看看一家人齐齐整整的把人家活给全干了。那过去就是这样的，你盖完房子之后要做家具，还有木工这基本上木工和泥瓦工就把一个房子全包了。车间星的父亲恐怕确实也没想到，因为自己的这么一个决定，自己的儿子未来成为家居行业的老大首富，如此发迹。这位老头他无非就是想把产业链上下游都给他弄了，建筑行业相关的。那个时候农村里盖房子，以后就请他一家就够了吗？瓦工木工都有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车间星虽然是16岁辍学，但是他非常聪明。说到木工，木工里面还真出人才，不光出这个皇帝。我记得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好像也是木工，吊线的，好像是不是木工就是瓦工，小学毕业。所以说英雄莫问出身，那个年代都流行这种草莽英雄。这个王首富曾经说过，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这个车间星非常有想法，干了2年的木工活之后，作为一个小木匠，就下了人生第一次注。他向亲戚朋友借了600块，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600块，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600块不少钱了，那就基本上把能借的钱全借了，绝对的7大姑8大姨全借干净。他在常州开了一家家具店，他这个家具店是前店后厂，前面是门脸，是展示，工厂就在后面，你要什么就点，点完事人家就加工。他既接这个木工活，又卖家具。所以这个车间星比同时代的木匠就想得多，看得远，走在前面，更早意识到交易和流通的价值。他才知道这是生意利润的丰厚处，他知道了这个商业流通的这个本质，他也知道认知和运气是值钱的。这位车木匠用了5年时间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就有了100万。
我跟大家说一下，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宣传的大肆这个宣传都叫万元户，你一年收入1万元，那在农村那绝对是有钱。城里面你也到不了1万，城市里面没听这一说，说万元户都是农村的，你一年收入一万块，那都要宣传的。而这个车木匠在90年代初就已经积攒了第一个100万，显然这个车老板他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开始了人生第2次下注，依然和第一次一样尽其所有，他把100万的盈利全部投入，建设了常州第一家家具城，叫红星家具城，超大手笔，他就在常州开了一家家具城，1000多平方米。而车老板决定在常州开这个家具城，可不是什么随便决策，他是有着超出常人的嗅觉，他的野心显然不是一个店，而是一个平台，也就是他不是他自己做家具去卖，他要把其他的木匠做的家具都放到他那个店里去卖。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是很超前的概念。家电行业后来也这么干，所以出了2个首富，一个就是黄光裕的国美，一个是苏宁电器，有了大卖场的概念。以往家电行业都是比如说你什么电视机厂的，你搞一个专卖店，大街小巷都是这样的，你长虹的你就卖长虹，海尔的你就卖海尔，格力的就卖格力，人家搞个大卖场，各个品牌都放里面卖。这个车老板也发现了，他在家具行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这么干，他快人一步，他建成家居领域的常州百货大楼。这一次他又赌对了，而且这一次他赢了个大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木匠，他们自己开的家具厂，他们不是缺渠道，他们会做家具，但是不知道怎么卖家具，就是大卖场的诞生的这种逻辑。所以消费者来说也需要一个集中的卖场，他们总不能一家家具厂去选，最好在一个地方卖场进行货比三家，看谁的款式他更喜欢。所以这个车间新车老板就满足了家具厂和消费者的需求，把他们拉到一个平台上。这个车间新多年的木工生涯让他学会了控制成本。红星家具城当年的每平米建设成本只有同行的1/3，那么车间新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把红星家具城扩张到了24家，年销售额1.5亿。这不过是1996年，我想到1996年我都不知道我该干啥，就那个时候正在上大学，一片迷茫。人家车间新一个木匠已经风起云涌，叱咤商场，车间新满足了吗？没有，他还觉得自己这个家具城的名字叫红星家具城有点土。那时候洋品牌都在进入中国啊，他首先把他自己的名字给改了，他本来叫车间新，是兴旺的兴趣的兴，他现在改成什么新旧的新，焕然一新，把自己名字给改了。当然了，也激励他自己不断的创新。这个时候的车间新他已经插上了翅膀，学会了飞翔，一边通过自建商场收租金，把商场租给那些家具品牌啊，他收租金，一面把自己的商场再抵押给银行融资，再去建商场。你看看是不是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他把商场一建好之后，马上就租出去，拿着这个把这商场再去押给银行拿钱，接着建下一个商场，资本杠杆双龙驱动，红星家具城原地起飞。从2002年到2014年，车老板一直走的就是顺风顺水上坡路。12年时间，红星从常州开遍全国。这个时候，他又嫌这个家具城的名字不太好听，不够响。但是在江苏开的风生水起的德国一个超市品牌叫麦德龙，这个车老板恐怕受这个麦德龙的影响，恐怕觉得这个名字比较洋气体面。于是他就给红星后面加了一个美凯龙。他为什么非要加美凯龙不知道，反正后面就叫红星美凯龙。这个名字听着反正不中不洋的，也比较别扭，但是消费者叫顺口了就好了。随着他开的这个店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熟悉，大家也就越来越习惯了，大家也就越听越顺耳了。所以这红星美凯龙不过几年时间，车老板快速拥有了200多家家居卖场。当然了，大家也能知道，红星美凯龙快速扩张的这10年，恰恰是中国房地产腾飞的10年。所以没有那么多巧合，只不过是车老板踏准了节奏。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家居的需求
那一样呢，也是水涨船高。我2000几年在北京的时候，你想车间新是1996年美凯龙开始开起来，2000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最火的家具城是在香河家具城，现在好像在哪儿我不太清楚。香河恐怕还比较出名。那香河那几条街全部是家具城，北京市里面的人买家具，那时候也卖房子，买了房子买家具怎么办？都去香河。随着房地产的这个低迷，那香河家具城现在恐怕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北京市内的什么居然之家，什么各种家具城，那都是后来的，刚开始都没有。这个车老板狠狠地搭了房地产狂飙突进的顺风车，把20年前一家小小的家具店送上了 A 股的上市公司。那当然了，他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常州乃至江苏的首富。有一个木匠，经过20-30年的奋斗，一下成为江苏的首富，成为家居行业的首富，这本身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但是在车间新看来，这是自己的直觉和智慧的无往不胜。他在各个媒体宣传的时候，他把它归功于车家几代人的善良得到了福报。但是车间新还是不满足，他有一个巨大的遗憾，他认为这10年虽然赚了不少的钱，但在他看来，他只是从地产里分到了一点点汤。这个时候人就开始飘了，底气飘，他也有理由飘，因为他已经是首富了。他就觉得那些王老板、那些许老板、孙老板、杨老板不过如此，他们怎么风起云涌，房地产行业干这么大？他只是家居行业，那跟房地产比，那还是一个小弟弟。虽然他盖的都是商场，那不盖住宅楼不是一个道理吗？有什么难的？所以说，他从一个家具城，从一个商业地产，要向真正的房地产迈进，那个才是汪洋大海。家居行业只是一杯羹，主要是他看到了这些老板，许老板，你看多高光，王老板。所以说，这些地产老板赚钱太容易了，就像天上往下掉钱那么容易。在他看来，所以说别人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车间新准备进军房地产，但是有很多专家都不建议他进入房地产行业，认为红星就应该专注在家居行业里面深耕。所以这个车老板就耽误了2年。到了2016年，车老板实在是等不住了，不能再忍了。因为2016年这个房地产是第2次腾飞了，前面2015年、14年不是叫涨价去库存吗？前面经历了一波低谷，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车老板实在不能再忍了，不能再听这些专家的，他要做人生最后一次赌博。他一把抵押了他全部的物业资产，用1800亿一下买了20块地皮。他不幸踩在了房地产的最高点，也就是在2018年房地产史诗级的崩盘的前夜，当他的手下、当高管、当专家劝阻车间新的时候，车老板说：“我们不是急于扩张，而是我们来的晚了。当初就是听了专家的建议，犹犹豫豫，没能迎头赶上，没赶上这一波，现在晚了。如果我们早一点进入房地产市场，我们早就突破1000亿、万亿。”他这个说法，你说他对还是错，不好说。如果他前5年进入房地产行业，说不定他真的是身价突破几千亿、万亿，但结局恐怕是一样的，这个路径不太一样，但是结局恐怕都是一样，跟王老板、跟许老板、跟孙老板、杨老板不是一个道理吗？刚才咱们前文也说了，家居行业居然之家的老板也进去了。但是车老板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准备尽其所有赌一把房地产。他要求全公司的员工都叫他，作为一个老板，要求员工叫他，把他姓呢。他说这么叫目的是和年轻人共振。车老板跟年轻人有没有共振咱不知道，但是他跟房地产反正是共振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先是口罩，这个口罩对各行各业，尤其家居行业打击那是非常大，就是房地产暴雷。2021年9月份恒大暴雷，也就是这个危机是一个接一个的来了，接踵而至。这位赢了一辈子的车老板，在巨大的杠杆和负债率面前几乎没有太多的回天之术，他只有不断的变卖资产，就像现在的王老板一样，手上的万达不停的卖。车老板终于倒在了最后一把梭哈里。2020年，他要求红星美凯龙的全体员工转发一篇文章，
叫爱国就有大运气，打起了爱国牌。这位在牌桌上赢了一辈子的木匠，这次啊，实在不知道如何自救了，把自己还给整进去了。我们说这个车间新的故事，实际上不是诋毁他。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家，实际上跟车间新是一样的，他们习惯于赌，人生前5回都赌对了，第6回赌错了。你看许老板是不是一直赌，一路赌，他前面全部压注压对了，最后一次赌什么？赌大而不能倒，大家还有印象吗？但是这一回许老板是真的是踢到了铁板上，人家就不信这邪，你就是大，倒了又能怎么着？倒一个给我看看。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大大小小的车老板有多少个？我刚才说了，你看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他跟车老板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说他个人品德，他什么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咱不说这个，只是说什么叫潮流。这些老板首先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取得成功之后他有点飘，他不知道这是时代潮流，他只是赌对了，随波逐流，所以他走了一波这些鸿运当头。但这个时代的大潮在往下走的时候，他以为他还是幸运的，他可以逆潮流而上，他可以叫反潮流，可以叫什么逆流而动，他可以改变脱离这个规律。事实上呢，过高的评估了自己能力。我记得人民日报说过，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时代。这个话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对的，时代造就了徐老板，不是徐老板造就了时代。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徐老板全部出来，你只要踩对了，你胆子够大，你就能发财。但是啊，正因为他们养成了叫路径依赖，以往每次都这样都赢了，为什么第5次就输？为什么第6次就不行？当然了，也有长顺不衰的，也有擅长常青树。你比如李超人，人家经历过这么多轮回，现在依然屹立不倒。额外我们再提一下，今天这个李亚鹏又上热搜了。为什么提李亚鹏？因为李亚鹏也是一个失败的商人，他以前是个演员，但是自从他息影以后，退出影视圈之后，他身上的标签好像就是个失败的商人，不是失信就是负债几千万还不起，然后直播带货，又卖酒，又是各种创业，各种折腾。今天他上热搜是因为在北京他豪宅租不起了，他改成租什么普通的房子，减小开支。李亚鹏也50多岁，恐怕比车间新也小不了多少。纵观李亚鹏，他这一路也是非常坎坷，一直在创业，不是在创业，在创业的路上。李亚鹏涉足的行业还特别多，餐饮、互联网、房地产、文化、酒，就没有他不涉足的。给人感觉李亚鹏就是拿自己的兴趣去挑战专业，不停的失败，似乎就没有成功过。所以现在不停的创业，不停的失败，身陷囹圄。可想而知，随着经济继续低迷，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车老板这样的人在暴雷，会发现更多的车老板这样的人浮出水面，把时代的红利当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时代的红利可以赋予你，但也能轻易的就剥夺掉。当海水退潮的时候，谁在裸泳，一目了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